咱再来看南非政府伫今年7月公告，甲咱国伫当地2个办事处改名嘛降价等级，那么提出反制。经济部长是公告讲，出口南非的晶片、记忆体等47项的货品哦，拢爱先经过经济部的核准，才会当来出口南非。按算11月下旬开始实施。南非政府去年10月起要求咱国主厝迁离首都了后，一直有动作。今年7月，搁较单方面的将咱国2个主厝改名甲降级。即马咱国做出反制措施，经济部公告，输往南非的积体电路晶片、计体等47项货品，爱经过经济部核准会限制出口。根据民税表，货品包括半导体产业、上中下游。经济部指出，南非行为危害咱的国家安全，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甲经贸正常发展，所以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保证当地62有顾期有计11月下旬正式实施。对此，外交部呼吁南非爱伫生效进程，尽速甲咱国协商。外交部呼吁，在法定预告期间60日及正式生效前，南非政府应遵守两国在1997年达成的双边关系法律架构协议，并尽速在对等及尊严的基础上，与我国展开协商对话。外国媒体皮普社报道，以真无平常形容咱国的做法，指出台湾利用自身伫晶片市场的主导地位，是亚加中国关系密切的南非。专家分析，政府看准全球挖苦咱国晶圆制造出口，南非相关产业可能受到影响。南非它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制造设计的能力是很有限，所以它最主要还是要依赖这个进口晶片成熟制成的晶片那如果说我们对它管制的话，就会影响南非的，比如说它的电子制造啊、通讯设备，还有汽车零组件这些产业。不过，咱国甲南非双边贸易额，2023年是18亿美金，2024年只有14.8亿美金。出口南非主要是电脑、手机、本仪系等。这摆半导体禁令成效安怎？有待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